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。我係主持大啡哥，今日要同大家跟進一單令人心揪嘅家族新聞。上晝先做完健康檢查，冇顯著異常，點解到同日傍晚會突然倒地，最後搶救不治？究竟當中發生咗咩事？死因幾時先有定論？講到呢度，想同大家講，今集我會完整重整時間線，同你分析台灣猝逝個案嘅制度同風險。想持續追蹤後續公佈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，我哋有新消息會第一時間送到你手。先講事發經過。2026年2月2日，台灣資深演員馬如龍嘅兒子黃仁龍喺屋企猝逝，享年49歲。當朝早佢由四姐黃詠琪陪同去醫院做常規健康檢查，報告冇顯示顯著異常。下晝大約4點返到屋企休息，到傍晚6點太太返家，喺房間發現佢失去意識倒地，眉峰位置有輕微外傷，疑似跌倒撞到牆角，家人即刻送院搶救，期間一度恢復心跳，但醫生見到瞳孔放大，最終仍宣告不治。警方其後喺床邊見到虐待，醫師初步判斷外傷唔係致命主因，確切死因要等檢察官相驗同法醫病理檢驗先可以確認。家屬亦強調，黃仁龍平時冇慢性病史，冇長期服藥，亦冇心血管問題記錄，成個程序要依法進行，所以現階段未能開立死亡證明。截至今日2026年2月4日，官方死因仍未對外公佈。背景再講清楚，馬如龍本名黃正雄，係台灣演藝圈重量級人物。2008年喺《海角7號》飾演洪國榮，攞到第45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。嗰套戲票房衝到5億台幣，成為台灣電影史上一個里程碑。之後2010年喺蒙大演出黑幫大哥 Getta， 霸氣同厚道令好多香港觀眾都記住咗佢。生前佢育有7名子女，其中4女兒黃詠琪係公關公司負責人。近年因為家庭變故不時成為新聞焦點，家族喺短短7年裏面接連面對3次至親離世。2019年5月，黃詠琪嘅大仔黃博君因為車禍意外離世，得22歲。相隔22日，馬如龍因肺腺癌惡化並發敗血症喺6月病逝，享年80歲。當時黃詠琪喺父親病榻前跪地痛哭、自責、崩潰，大家都見到一家人之間深厚嘅情感同扶持。而今次再失胞弟，外界更加不捨。講到爆點，係4女兒黃詠琪喺社交平台嘅發文。事件啱啱傳出嘅時候，佢先叫大家幫弟弟集氣，其後悲痛悼念，話突然之間接受唔到，想念同不捨溢於言表，仲講到以後冇靠山。佢亦提到安心跟菩薩走，家裏有義者喺身邊照應，反映家族之間互相支撐。以一個公關人又係4子嘅角色，呢種公開表述情感好真，亦好克制，令人睇到家族面對風浪嗰種韌性。其實猝逝喺台灣中壯年男性並唔罕見，以衛福部統計作參考，40至50歲族群嘅猝死主因，心臟驟停約佔50%，腦血管事件同不明原因亦都常見。即使健康檢查當日冇顯著異常，突發狀況都可能出現，例如短時間心律不整、急性腦部病變或者跌倒後引起嘅連鎖反應。不過醫學判斷要靠正式程序，台灣司法相驗依屍體解剖及保存法進行，屬於非自然死亡或者疑似案件。由檢察官裁定，通常1至3日內完成，確認後先可以開立死亡證明。換言之，而家大家最關心嘅死因，要等官方程序走完，先有準確答案。我自己嘅觀點係，呢個階段唔好胡亂推測，尊重家屬同醫療程序，先係對逝者最好嘅致敬。同時，事件提醒咗我哋幾點：第一，常規檢查係基礎，但心血管同腦血管嘅突發風險要持續留意，例如定期睇心電圖、量血壓。留意胸悶、心悸、頭暈等警訊，有需要早啲覆診。第二，家族支持真係好重要。黃詠琪、二姐同整個家庭互相扶持，係面對巨變時唯一嘅力量。第三，公眾討論要溫柔，大家多幾分理解，少幾分揣測，先可以令社會更有溫度。拋俾大家2個問題，等你哋思考下。你覺得今次事件醫療同司法程序仲可以點樣加快同兼顧家屬感受？又或者喺自己生活裏面，你會點樣提升對突發健康風險嘅警覺性？歡迎你喺留言話我知，你嘅做法可能幫到身邊人。轉場講返重點，我哋今日圍住3個焦點去睇。第一樣時間線同事實。2026年2月2號當日朝早檢查正常，下晝返家，傍晚6點發現倒地，送院一度恢復心跳但不治，死因待上驗。第二樣家族脈絡。2019年5月外孫車禍，相隔22日父親病逝，到今次弟弟猝逝，7年3親離世，令人心痛。第三樣社會層面分析，中壯年猝逝嘅醫學可能性、司法相驗嘅程序同公眾對健康風險管理嘅提醒，呢3個層次一併睇，先可以完整理解事件嘅現況。小總結，
黃仁龍嘅猝逝係一個家庭嘅悲痛時刻，亦係社會對健康風險嘅一次集體反思。馬如龍嘅藝術成就喺海角7號同蒙大留下咗光榮一頁，而佢嘅家人喺風雨裏面互相依靠，展現咗好堅強嘅韌性。作為觀眾，我哋一方面等待官方準確消息，一方面把握今次機會，照顧好自己同家人。到尾段提一提大家，今日關鍵字係馬如龍家族猝時、司法相驗、心臟驟停風險。你認為最值得優先做嘅健康檢查係邊一樣？心電圖、血壓定係其他？點解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理由，我會喺下一集揀幾個重點觀點出嚟同大家交流。中意今集內容，俾個 like 同分享俾重視健康嘅朋友。想跟住睇官方死因更新、家屬後續安排以及更多深入但貼地嘅娛樂新聞分析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，保證有最新嘅權威資訊同專業解讀。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喺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慳得就慳，出門更安心。我係大飛哥，下集再同你飲杯啡，繼續講新聞。